品牌出海走向國際，首屆全球華商品牌大獎提名火熱進行中，星光熠熠，冠蓋雲集。2025全球華商品牌盛典與你相約馬來西亞吉隆坡。呢場殿堂級嘅品牌盛會，由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聯合世界魚商聯合會、全球華商品牌聯盟共同舉辦。自2011年首屆全球傑出華人獎創立，歷經13載，從香港到馬來西亞，我哋見證咗無數傑出華人嘅光榮與夢想。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吳桂賢等尊貴嘉賓應邀親臨主禮及頒獎。諾獎得主楊振寧、華人首富李嘉誠、慈善大家曹德旺等百傑相繼入選全球傑出華人畫傳。新加坡開國元勳李永才、享譽國際佛學泰斗星雲大師、愛國典範曾憲梓、諾貝爾獎兩度提名大學校長潘宗光、大中華商界翹楚霍震寰等百位翹楚人物榮登全球傑出華人領獎台。呢度係全球華商品牌嘅殿堂，呢度係卓越與榮耀嘅見證。每一個獎杯都承載住創意與夢想嘅火花，每一個品牌都閃耀住創新與奮鬥嘅光芒。讓我哋向呢啲卓越嘅品牌致敬，向為全球華商品牌發展作出貢獻嘅每一位華商致敬。矚目盛會，相約大馬，敬請期待。